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：右手骹好命底。古早人若是要判断一个查某人是毋是好命，就爱看伊的骹步是大抑是细。迄是因为英国社会有甲查某囡仔绑骹的风俗，大门户出身的查某囡仔通常会绑骹，安尼人看起来就真大段。若是出身较无好的查某囡仔，可能就是出世来做查某囡仔。因若是绑骹，就无法度做粗重，还是甲人妨害的代志。所以古早人第一想查某囡仔，会看因有绑骹无，无亲像即马看的是生长甲教养，也较有个性甲袂合，无人在看骹步咯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